今天大家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两次？第二次，我前天来过一次。来一次。今天和我的朋友，他又来，我就陪他来。你从那个？从成都来。成都来。中国。你从？吉林。东北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OK， 你喜欢邓丽君吗？喜欢。喜欢。你可以唱歌吗？我唱得不好。不好 OK， 不好没关系，你喜欢好吗？ OK， 一起唱歌好吗？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秋我一直想做起Wow, very good 谢谢来参观谢谢บ่เฮินอ้ายท่า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หัว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ห้วยหลาฮวนหญิงใจหลายโอเค我们也爱清迈谢谢喜欢我们的偶像邓丽君โอเค谢谢下次再见谢谢谢谢